大家好，我係嘉嘉。我每日都會同大家一齊睇下外國嘅報紙雜誌，分享香港以外嘅新聞時事或者係名人專訪。無論係美洲、歐洲、亞洲定係非洲，我都會帶你去了解最新嘅動態。今日首先就同大家講下 YouTube 嘅新聞先。YouTube 已經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喺關於2021年喺美國國會山莊攻擊之後被禁止發布內容嘅訴訟達成咗和解。YouTube 一共係俾咗2450萬美金嚟到平息呢一單案件，其中2200萬美金將會直接俾 National Mall 信託基金。呢個非牟利組織正係喺度籌備緊一座價值2億美金嘅白宮國家宴會廳。剩翻嘅250萬美金就會分配俾其他嘅原告，包括美國保守黨聯盟。呢筆和解費係 YouTube 喺特朗普嘅訴訟之後嘅最新回應。舊年1月 Meta 同樣因為禁止特朗普出 post 至少2年，而以2500萬美金結案。而 X 即係以前嘅 Twitter 喺幾個月之後亦都俾咗1000萬美金去和解。YouTube 喺2023年3月解除咗對特朗普頻道嘅禁令，同時正係喺度考慮撤銷因為宣傳 Covid 嘅錯誤資訊而被封鎖嘅賬戶嘅禁令，顯示 YouTube 正係喺度調整緊佢對內容審查嘅政策。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未對呢一件事發表任何嘅評論。特朗普同佢嘅 Mega 支持者長期以嚟質疑大型科技公司抑制保守派嘅聲音，並且指控佢哋影響選舉結果。相反， Google、Meta 同埋 Apple 嘅 CEO 親自出席特朗普嘅就職典禮，並且喺近期為咗推動 AI 而邀請特朗普參加晚宴，顯示大型科技公司試圖避免同總統發生衝突。呢類合作模式亦都體現咗喺其他媒體對特朗普訴訟嘅處理。2023年 Paramount 以1006萬美金結束對 CBS 新聞嘅200億美金誹謗案，而 Disney 旗下嘅 ABC 喺舊年亦都俾咗1005萬美金特朗普總統圖書館，以解決因為主播言論而引發嘅訴訟。聽完 YouTube 嘅和解案，我哋轉個角度睇下車啊。美國通用汽車 General Motors 自2022年 CEO 巴拉宣稱10年之內將會停止生產燃油車以嚟，曾經被視為電動車嘅先驅。但係隨住電動車銷售放緩、聯邦稅收豁免到期同埋政府減少對潔淨能源嘅支持，通用汽車嘅戰略已經顯露出重大嘅轉變。巴拉喺今年7月致股東的信入面唔再提及2035年全電動車嘅目標，而係表示過渡將需要幾十年嘅時間，並且強調公司仍然投資喺 V8 引擎、燃油車同埋 SUV。今年通用汽車嘅政治游說支出高達1150萬美金，係繼 Meta 之外嘅第二高，主要用喺對抗燃油經濟規範同埋排放標準，並且支持美國議員削減企業平均燃油效率法案嘅提案。2024年初，通用汽車向幾千個白領員工發出題為「我哋需要你嘅幫忙」嘅 email， 呼籲佢哋聯絡自己當區嘅議員，反對加州同埋其他17個州、華盛頓特區等等其他地方更加嚴格嘅排放規定。加州政府喺2025年將會實施2035年禁止銷售新燃油車嘅規範。通用汽車就聯合加州嘅汽車經銷商，企圖剝奪加州政府制定更加嚴格嘅排放標準嘅權力。雖然通用汽車曾經提出協助自動車廠達標嘅條件，但最終仍然以尋求更寬鬆規定為由拒絕談判。加州交通局喺5月投票通過剝奪通用汽車對州政府排放規範嘅制定權之後，州長納文森公開批評通用汽車為背後推手。通用汽車喺底特律附近嘅 Durham 工廠曾經被改造為 Factory Zero， 以推動電動車嘅產量。雖然早期生產咗 Hummer 同埋 Silverado 等等嘅車型，但係因為市場需求低迷，2024年通用汽車就喺呢一間工廠度削減咗大概200個工人。另一方面，通用汽車亦都計劃將會喺密歇根州嘅 Orion 工廠改為生產燃油車。通用汽車嘅電動車銷售量只係佔咗銷售量嘅4%，今年雖然有增加去到大約6%。即使係咁，企業仍然喺度擴大電動車嘅陣容。自2016年以嚟已經推出超過10款電動車。巴拉強調消費者仲未準備好，所以仍然堅持長期投資喺電動嘅技術。通用汽車由一度宣稱將會成為零排放市場嘅領導者，依家已經轉向游說削弱環保規範、調整工廠佈局，並且持續投資喺燃油車。呢個舉動引發咗業界內外嘅關注。喺政府政策同埋消費者需求雙重壓力之下，通用汽車係咪能夠喺電動化嘅浪潮之中重新定位，
仍然係未來幾年值得觀察嘅焦點。聽完美國新聞，我哋去下英國啊！英國法庭最近就審訊緊一單50億英鎊嘅比特幣詐騙案。47歲嘅中國籍女商人錢志敏喺英國法庭正式對2項指控認罪，包括持有被視為犯罪財產嘅加密貨幣，以及轉移該等資產。法庭將會喺未來幾日作出判決。2018年，警方突襲位於 Hampstead 嘅一座豪宅嘅時候，發現咗一啲電腦設備。去到2021年，先至辨識出呢啲設備其實係加密貨幣嘅儲存裝置。喺呢啲裝置入面，竟然儲存咗61000個比特幣。以2025年今日嘅市值計，呢61000個比特幣嘅價值已經超過50億英鎊。錢志敏喺2017年因為中方對加密企業嘅打壓而用假護照離開中國，並且喺同年7月以多重身份避過執法。佢嘅律師聲稱，佢驚受到唔公正嘅逮捕、虐待同埋非法扣押資產，所以一直以假身份喺英國生活。錢志敏曾經經營天津藍天格瑞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呢間公司喺2014年推出高達300% 回報嘅投資產品，最終投資者嘅資金被轉移至加密交易所，換成比特幣之後由錢志敏帶走。錢志敏昔日嘅助理簡文，因為涉及不當財產購置，已經喺2024年被判刑。另外一個馬來西亞助理同樣喺今個星期對洗錢指控認罪，法庭將會喺11月宣佈呢2個人嘅量刑。英國財政部正試圖保留呢50億英鎊嘅比特幣，將呢筆錢視為政府可能嘅風險收益。即使官員擔憂長期法律爭議將會延遲資產歸還，但係現行嘅民事回收程序已經喺高等法院啟動咗。財政部暫時仲未將呢一項資產納入佢哋嘅預算。英格蘭同威爾斯嘅檢控官表示，呢一單案一共涉及128000個投資者，當中大多數仍然喺度尋求緊損失補償。整體嚟講，呢單案標誌住英國對跨國加密貨幣詐騙嘅嚴厲打擊，同時亦都揭示咗喺全球化金融環境之下，追蹤同埋回收虛擬資產所面臨嘅法律挑戰。除咗喺 YouTube， 亦都可以免費訂閱我嘅 Patreon， 同樣可以收聽到呢一個節目，仲要唔需要受到廣告嘅騷擾。Patreon 嘅網址呢，就係去呢條片下面嘅 info 度睇到嘅。最後，我哋一齊睇下美國政府停擺嘅政治僵局啊！喺2025年10月1號凌晨12點01分，美國聯邦政府就正式進入停擺狀態。呢個係近7年以嚟第一次嘅停擺。呢次停擺係源於白宮同埋國會未能夠就支出協議達成共識，導致聯邦服務被迫停止，幾十萬個公務員被迫放冇薪假。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大約有75萬個公務員受到影響，造成每日大約4億美金嘅經濟損失。另外，大約有70萬個被視為必要嘅員工就要喺冇糧出嘅情況之下繼續返工。同過去嘅停擺唔同，特朗普政府表示將會利用呢一次停擺嘅機會縮減政府規模，實施大規模嘅裁員計劃。管理及預算辦公室已經要求各個部門評估通過削減人手嘅方式進行永久性人力裁減嘅方案。呢個做法係遠超咗傳統停擺期間臨時休假嘅措施。根據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嘅備忘錄，如果停擺持續1個月，將會令美國 GDP 每個星期損失150億美金，並且減少消費支出300億美金。歷史數據顯示，每星期停擺通常會令到 GDP 嘅增長減少大約0.1至0.2個百分點。2018至19年為期35日嘅停擺，最終造成咗110億美金嘅經濟損失，而當中30億美金係永遠無法挽回嘅。今次停擺唔同嘅地方在於，政府威脅進行永久性嘅裁員，而唔係臨時休假。呢個可能會產生更加持久嘅經濟影響。政府停擺對於美國民眾日常生活造成廣泛嘅影響。勞工部將會暫停經濟數據發布，包括原定於呢個星期5公佈嘅就業報告。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會停止傳染病監測分析，職場安全檢查被取消。國家公園雖然基本保持開放，但園區嘅維護同埋某一啲服務就會被暫停。國家公務嘅草坪修剪同埋安葬工作亦都會被中斷。交通方面，機場安檢人員同空中交通管制員雖然繼續工作，但係佢哋將會一直冇糧出，直到政府重新開放為止。史密森尼博物館暫時會利用過往累積嘅資金維持開放去到10月6號。聯邦法院、監獄同埋邊境嘅安全等等核心職能仍然維持運作，但係相關工作人員同樣面臨冇糧出嘅困境。
不過部分嘅聯邦核心職能仍然喺度繼續運作緊，社會保障局繼續發放福利，退伍軍人事務部繼續維持醫療照護服務，聯邦緊急管理處大部分嘅員工仍然都係繼續工作，而美國國會議員將會繼續領取年薪17.4萬美金嘅人工，因為呢個係憲法第1條第6款嘅規定。根據2019年通過嘅政府公平待遇法，所有喺停擺期間被休假或者係無薪工作嘅公務員，都將會喺政府重新開放之後出返停擺時期嘅人工。但係聯邦嘅外判工，包括清潔工同埋保安等等以時薪計嘅工作人員，就要放無薪假，兼且唔可以保證將來會獲得補發人工。特朗普政府今次採取咗前所未有嘅強硬立場，威脅要進行大規模永久性裁員。管理及預算辦公室主任沃特喺向眾議院共和黨人嘅電話會議之中表示，裁員將會係喺1-2日之內實施。副總統曼斯亦都確認咗，如果停擺持續，政府將會必須要解僱一啲員工。根據9月24號發布嘅備忘錄，各個部門被指示要對符合3項條件嘅員工發出裁員通知。一就係自2025年10月1號起，部門嘅資金中斷； 2冇其他資金來源可以用； 3嗰個員工負責嘅項目唔符合總統嘅優先事項。美國專利商標局已經成為首個喺停擺期間實施裁員嘅部門，解僱咗大約140個公務員，佔嗰個部門嘅員工總數 1% 左右。2個主要公務員工會，美國政府僱員聯合會同埋美國州縣市僱員聯合會，已經對呢一次裁員計劃提出咗訴訟，指控呢個做法已經違反咗反超支法等等相關嘅法律。到底係乜嘢事導致到美國政府今次嘅停擺呢？最根本嘅原因就係民主黨同埋共和黨喺醫療保健政策上面嘅明顯分歧。爭議嘅焦點集中喺平價醫療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 簡稱 ACA。呢啲補貼喺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設立，原定喺2025年底到期，惠及大約2200萬美國人。如果補貼到期，受惠者嘅平均保費將會由目前嘅888蚊美金激增去到1904蚊美金，漲幅超過1倍。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補貼失效之後將會導致420萬人失去咗健康保險，延長補貼去到2034年嘅成本預計大約係3500億美金。民主黨堅持要喺任何臨時支出嘅法案之中包含呢啲補貼嘅延期，並且要求撤銷特朗普7月簽署嘅大美麗法案之中對醫療補助 Medicaid 嘅削減。嗰個法案削減咗超過1萬億美金嘅醫療支出，預計將會導致1180萬美國人失去咗健康保險。共和黨將民主黨嘅醫療要求描述為非法移民提供免費醫療，呢個指控遭到民主黨嘅強烈反駁。實際上，非法移民一直都被禁止享受聯邦資助嘅醫療項目，包括醫療補助、醫療保險同埋 ACA 嘅補貼。爭議嘅實質在於，特朗普嘅稅收法案限制咗某啲合法居住移民群體嘅醫療補貼資格，包括難民、庇護申請者、持有工作簽證嘅人士等等。民主黨希望恢復呢啲合法移民嘅資格。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大約有140萬合法居住移民將會因為呢項限制而失去咗保險。白宮發布嘅備忘錄聲稱，如果滿足民主黨嘅要求，未來10年將會有近2000億美金流向非法移民嘅醫療保健。但係呢個數字包括咗好多擁有合法身份或者政府保護嘅移民群體。歷史上，選民通常將政府停擺嘅責任歸咎於執政黨，但係今次停擺嘅政治效果仍然唔明確，因為雙方都聲稱對方係需要負責任。共和黨控制住白宮同埋國會兩院，但參議院就需要60票先至能夠通過支出法案，呢個俾咗民主黨一定嘅影響力。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圖恩指責民主黨選擇關閉政府，而唔係接受共和黨提出嘅臨時支出措施。民主黨嘅領袖就認為醫療保健談判唔能夠再拖延，因為民眾已經開始陸續收到出年加保費嘅通知。特朗普政府仲凍結咗對民主黨州嘅聯邦資金，包括暫停向紐約州提供基礎設施資金180億美金，向16個主要民主黨管理州份嘅80億美金，同埋綠色能源項目資金，呢啲都被視為報復性措施。目前仍然未清楚點樣可以解決停擺。共和黨提出嘅臨時支出措施將資金延長到11月21號，但民主黨就拒絕支持任何唔包括醫療保健延期嘅方案。參議院已經連續3次未能夠通過任何停擺嘅對策。
部分共和黨人表示願意討論延長 ACA 補貼，特別係嚟自受影響選民較多州份嘅議員。但黨內領導層堅持認為，醫療保健談判應該喺政府重開之後進行。阿拉斯加參議員麗莎提出咗2年嘅延長方案，但未獲得廣泛嘅支持。特朗普政府已經表明將會繼續利用停擺作為縮減政府規模嘅機會，預計未來幾日將會有更加多嘅部門實施裁員。呢種前所未有做法令到今次停擺嘅持續時間同埋最終嘅解決方案更加不可預測。呢次政府停擺凸顯咗美國政治體系之中黨派分化嘅嚴重程度，以及醫療保健政策喺國內政治核心嘅地位。隨住幾百萬美國人面臨保費大幅上升嘅威脅，以及幾十萬公務員面臨失業嘅風險，呢場政治僵局嘅解決方法將會對美國社會同埋經濟產生深遠嘅影響。今日仲有一單大新聞，就係電子遊戲公司 Electronic Arts 簡稱 EA， 被沙特公共投資基金、私募公司同埋美國總統特朗普女婿共同主導，以價值550億美金私有化，成為咗歷史上最大金額嘅槓桿收購案。呢單收購案我會喺另外一集以專題形式詳細同大家講解，有興趣嘅聽眾就記得留意收聽啦。如果你都想支持呢個用廣東話講國際時事嘅 channel 呢，就記得 subscribe 同埋介紹俾你身邊嘅朋友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先，我哋聽日再講過其他話題啦，拜拜。